新竹县的江南乡过去发展庄仔产业，最近当地将一座四角形的庄仔窑整理过，改做文化园区。今仔日佮特别举办活动，希望和大人囡仔做伙来遮听人讲故、捌历史。哇，有一个好大的烟囱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囡仔在台顶烧改家己的作品，现场可以当看到囡仔用笔画出心目中的四角形大烟筒。他就在这里盖了一个制砖厂，他就说以后就在这里生活。画画，然后做故事屋，然后小朋友很开心，回家也很认真的做这个家庭作业，然后可以把故事很完整的呈现出来。哇，这有多高呢？大概有6层楼高哦，哈。新竹县江南乡这座宽度17米的四角形烟筒，高达有59档的历史，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伊过去的历史、参故事，特别规划亲子活动。就大家来现场听故事。因为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粘土层，最适合呢来做泥砖，所以呢这里呢就叫做打砖窝，做一些整理哈，所以才能够呈现现在的风貌哈。那我们呢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文化园区。这座四角形的烟筒，当初时起的方法是对下骹开始甲砖仔角一块一块贴起来，经过2年外的重新整理，真无简单总算好四角形烟筒会当重新搁再呈现在大家面头前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。